无论有没有近视，现在人脸一只眼镜已经成为时尚穿搭最不可或缺的一种配件。只要验证了现在的风格，透过一只时髦又兼具功能性的时尚眼镜，就可以改变个人气质，为时尚加分。随着近年来手作体验风的盛行，现在连做工精细繁琐的眼镜也可以自己动手 DIY 来完成。在台南蓝赛图文创园区里，就有一间工作坊，从国外引进相关设备，透过2个小时的体验课程，就可以让消费者亲手做一只属于自己的手作眼镜。我们开眼镜跟这把镜，可是其实没有真的一个眼镜行老板是真的去这个位把镜，因为可能要像工厂那个还是，那这个是可以真的让客人第一线去体验这个眼镜是怎么手做，而不是那种快速量产，可能射出啊那种比较大量工业制作，可是品质可能是比较粗糙或是寿命比较短。那透过他们自己来体验，才会发现，为什么人家那种1-2万块的手作眼镜，它可以卖到这么贵？因为你自己去做，发现，这个东西要做到光泽度这么亮，或是这个裁型要打磨到这么好，其实是非常困难。然后就你再回去看那种人家日本职人眼镜，它是真的是可以卖到那么贵。而你自己去体验的眼镜，你会更珍惜这一只眼镜。因为我们自己手做的眼镜，其实我们还是会回归到这只眼镜要好戴、要扎实、要稳，所以从像板材的选用、色泽这些，我们其实都还蛮讲究。包括我们的鼻垫也是可以调整，就是像镜角的长度这边都可以算是半客制化。你的耳朵啊、眼睛需要怎样的高度、长度，这边都可以马上调整。而不是说这只是玩一玩就体验结束，而是现在还很多客人他是真的把它当做每天在佩戴的眼镜。为了让消费者可亲手体验制作眼镜的过程，手作眼镜坊打造了一个工匠手作空间，并将复杂的眼镜制作及流程简化，全程在专业的手工眼镜师的引导下，从材质、花色及框型挑选开始。就是可以让客人自己先挑选自己喜欢的外框型，因为每个人脸型它其实不太一样。那有些人他脸其实比较圆，他有时候有些人会适合比较那个圆润一点的框型。那有些会比较像男性或者是一些比较中性的女性，她就适合比较方一点的框型这样子。所以其实还是要试戴，然后通过这个镜子下去，可以看自己适不适合这样子。挑完框型后，我们才会来挑选到这边的板材，因为其实虽然说外框看起来客人乍看之下会只有这一部分，但其实配合不同的板材跟不同的颜色，还有金属配件，其实到最后框营造出来的风格其实是不一样的。像圆形的透明的白色的话，搭配那种银色的配件的话，效果会比较洗练，然后会比较就是纯净感。然后夏天的话，像最近就蛮多客人会过来配这种配色。对，那复古的话，就是客人会喜欢选这种玳瑁框，或者是这种比较复古纹路，它搭配那种金色啊，就是现在还蛮流行，因为像现在年轻人比较流行那种复古或文青风格这样子。接下来就是依照消费者挑选出的眼镜镜框，找出对应的眼镜模板，准备开始手作课程。刚才选了我们眼镜的那一块模板，我们就把它垂直的放进来。那拿出我们夹板材的夹具，然后字有写一个无尽的是朝上，然后是把它垂直的放进去。这个夹具是在做什么用？就是把我们刚才就是选的这块板材，把它固定夹住的这样子。那我们下面就是2个一起弄下来。那我们金色字面朝上，然后放进去。这样子，然后这样就算是一个固定的完成，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步骤，我们要来车眼镜的内框。由于是透过制定好的眼镜框型模板来切割框面，所以固定好版型跟模具，从内框、外框，甚至是镜架，只要仔细操作，就不用担心有切割出错的问题。好，就是也是一样，让这个沿着这个跑完一圈，就是慢慢跑一圈，其实有点像玩电流击击棒这样，就是顺着这个跑一圈，对，就是慢慢来，不要急，但是就是不用怕那个声音，对。现在就是把那个切割网旁边会有那个切割的痕迹，然后我们会用一些不同的抛绣工具，把它那个旁边的光，就是那个制作这种
刀那个切痕，然后把它打磨成就是这种光滑亮面，不然我们在佩戴上有时候可能会刮伤客人的脸部这样子。接下来要将外框及镜角进行打磨处理，而这个过程需要耐心的先用粗砂纸把有刀痕的地方磨平，再用细砂纸让镜框变得更加光滑，而这个步骤也会让整副眼镜看起来更有质感。我们学校还有抛光，就是我们现在抛完砂纸，它其实现在是雾雾的。对，那如果是客人想要保留雾面质感，我们就会做到这个步骤。那如果今天是客人想要做到亮晶晶这种镜面抛光后，我们就会要再多这个步骤下去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就是做抛光，我们先上那个黄土。接下来啊，我们要做这边的定位。那像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中梁，我们是在挑选这个我们的中梁，你可以利用这个东西，然后把它定成。我发现它很多颜色都是可以自己做挑选。对对对，就是我们会依照客人喜欢的那一个颜色下去帮他做制作。那这边的话，就是小姐你可以先挑一个你喜欢的颜色这样子。它这边有黑的啊，然后亮银色啊，然后还有像这种雾红色跟香槟色的啊，就是都看客人的喜好去做挑选这样子。手做眼镜的优点就是可以做到绝对的客制化，因为眼镜所需要的所有五金配件都可以自由搭配自己喜爱的色系。一个个细小精致的螺丝逐一组装锁上，手做眼镜也慢慢成型了。好，基本上啊，我们现在这样子已经把我们的中梁已经锁完了。那接下来就是组装镜角的部分。我们镜角组装完之后啊，还要有后面的调整镜架的部分。嘿，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开始哈。由于眼镜的佩戴非常讲究舒适度，所以每个细节更是马虎不得。过程中，体验者都可以学习到要以职人工匠之心，慢工出细活的态度，贴心省事，也要时时调整每个细节。细节的部分的话，当然的就是因为镜架我们刚刚在定位，那个孔位也要定位准嘛。那定位准才有办法让你的镜框看起来是真的，不会歪掉。然后再来就是后面锁螺丝的部分，锁螺丝的部分也的确需要一些耐心，因为在锁螺丝上，你拿螺丝那个东西其实是很小的，对，所以你的手要很稳、很稳、很稳，才有办法好好的把它锁正、锁进去这样子。就是一般除了刚才提到的，就是耐心嘛，然后稍微就是带着一颗比较愉快的心情，就是不要说我很有压力，就是我毕竟要做到像那种高完美之人那种要求很高，就是你带一颗就是我就是做一只自己喜欢的我自己风格的眼镜，那我从花色到配件都是我挑我自己喜欢的，1比1的去打造这种，然后就是我会就是我想要带一只完全跟大家出去是不一样的东西的眼镜，那你出去可以很就是开心的去跟人家炫耀说，这是我自己的制作的眼镜这样。除了营造创作空间，提供消费者体验手作眼镜的乐趣之外，业者也积极展开推广，像是参与大型进口眼镜展、北上成立快闪店及深入社区，让民众近距离体验等等，都是希望让更多人可以体会到手作的魅力。比较特别的，像是我们还有接收到 GQ 的邀请去台北，因为他们都有一些 VIP 的活动，也是做一个小型的当天的快闪活动。那当场是20位，算是比较绅士的西装，让他去体验手做眼镜。那其实当场的那种互动啊，其实蛮良好的。然后再来就是像很多现在有视光系的学生啊，素人的视光系主任还蛮用心，他也是邀请我们去帮视光系的学生即将要毕业的，让你去体验手做眼镜。那其实像我们在互动过程中，也是都跟这些学生开玩笑说，你以后履历啊一定要把这个写进去。我真的做过一只眼镜，那基本上那个连眼镜店老板都会吓到，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很多眼镜老板可能只是看过，他也不知道这个眼镜到底是怎么做出啊。
那其实这个对他们也是有加分，而且那个系主委都有说，他们上课都还没有这么有热情过。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是蛮好的互动。小心翼翼的切割，耐心的打磨，其实从无到有，一副有温度手作眼镜的诞生，都是出自自己的双手。这就是手作带来的成就感。喜欢手作风的朋友，不妨也来体验看看哦。